安安，如果说出来让你为难的话，我可不愿意听。谢谢常总，您这么为我着想。安安，你的立场我知道，你的心思我也懂，但是我不想因为我连累到你，知道吗？不会的，怎么会连累到我呢？我现在只想帮着常总您。其实我想说的就是，上次在顾总开会之前，他已经让我在背后偷偷调查了您。听你上司的命令，我不会怪你的。但是您放心，我绝对没有把所有的事情全都报告上去，尤其是关于那方面。你先看看这个菜单，喜欢吃什么随便点，今天我请客。吃什么吃啊？我竟然没削呢。小魏女神，您就看在我今天特意挤出来时间，并且锲而不舍地给您打了12个电话的份上，你就原谅我吧。妍希呀，小的在，你最近是不是发大财了？怎么可能呢？绝对没有。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你以前可是一毛不拔的呀，怎么舍得来这种地方吃饭？还不是为了得到您老人家的原谅吗？所以我痛下血本，你就原谅我吧。这话我爱听，再多说几句让我听听。您大人有大量，千万不要跟我这样的人一般计较。你这样的哪样的人啊？小人。还有呢？梁小飞，你太过分了啊！不要给你3分颜色就开染坊好不好？爱点不点。服务员，2份蔬菜沙拉，2杯白水。你看看，狐狸尾巴藏不住了吧？凶恶的獠牙露出来了吧？我就知道你会这样，一点诚意也没有。服务员，点单。我这床早上刚铺好的，怎么又乱了？哎，露露，哎，下来帮我一下。哎，来了。这贱人肯定是把东西放在身上，怎么办呢？怎么样，薇薇女神？吃饱喝足了，这回您的气儿消了没啊？看在这次你略带诚意的份上，勉强消了。哎，说起来啊，这家菜是贵，但是口碑不错啊。口味当然不错了，你也不看看牛排多少钱一份，我心绞痛都犯了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好了，哎，你一会儿不着急回家吧？不着急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逛街啊，还怎么了？又逛街？是不是？一定要陪我？我腿都快断了。怕不了。走吧，亲爱的，我等不及了。快点儿，走了，逛街街了。好。安安，让常志成来我办公室一趟。
进。给我一个解释。顾总，你什么意思？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？你不捡起来看一下吗？顾总，听我解释。好啊，你说。长城电子项目，长城电子科技这个项目。说呀，你不是要解释吗？说呀，继续往下说呀。说不出来吧？那我帮你说。长城电子这个项目是我去签的约，然后交给你跟进，该拨款拨款，该动工动工。为什么出现楼层坍塌的问题？啊？可能是因为施工技术质量的问题。哦，真的是施工方技术的问题吗？嗯，顾总，你放心，我马上就跟施工技术交地人员进行落实。站住！我话还没说完，你就一口咬定是施工方技术的问题，是不是要隐瞒什么？老实说，是不是材料的问题？你就这么不信任我？对，我就是不信任。我自认为没做过对不起公司、对不起顾总的事儿。好啊，就凭你这句话，这次公司所有的损失由你个人承担。顾西城家里的，不会这么巧吧？苏妍希，你有点诚意好不好？是你说过要陪我来逛的。我今天不是一天都在陪你逛吗？你看看我脸上只有2个字：诚意。好了，那你说我这件衣服是扎起来好，还是放下来更适合我呢？张快快来了，前面一下迎接。哎，店长，怎么回事啊？我还在换衣服呢，你们走什么呀？这位客人您有所不知，今天我们集团总裁过来巡店，但这并不影响您购物。如果你有什么喜欢的或者合适的，你可以继续挑选和试穿。祝您购物愉快，谢谢。总裁，妍希，他们说的那个 SL 国际百货的集团总裁，是不是新闻上说的那个花花公子顾西城啊？不知道啊。好想去看看他传说中的老婆是什么样的，这么好命，我要去看看，我要去看看。人家老婆长这样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来，我这件不是，这个我看一眼，就一眼好不好？就一眼。来，你先过去试试。哎，帅哥，帅哥，哎，好好试衣服。这里要重新装修，这家店的灯光再调得亮一点，这个广告牌子要重新更换。顾总好。这家店装修的不错啊，进去看看。欢迎顾总莅
请指导。把头都抬起来。你的头发太乱了，弄整齐一点。你的发型不错，皮肤也还可以。你的皮肤不太好，下班之后多敷一点面膜。整体还可以，不错。谢谢顾总。什么鬼？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这么巧啊！妍希，妍希，哎，你说这件好不好？这个好不好嘛？锦溪，你朋友啊？介绍一下吧。锦溪，对，我是她闺蜜，我叫林小薇，你叫我小薇好了。你好，我是顾西城，我是她老公。老公，老公。你好，老公。不是，你好，顾先生。你是不是肚子又不舒服了？我陪你去洗手间好不好？走。不是，没有。等我们一下哈，记得干嘛？不是，哎，快！我别，哎，我没事。哎，怎么成锦溪了啊？他什么时候变成你老公的？你老公什么？闭嘴！听我说，我知道你心里现在有1万个问题想要问我，今天之后我会一个一个的跟你解释清楚。但是现在你必须要陪后演一场戏，一会儿出去之后你就说你要走，我不让你走，你家里有事必须要走。你这种音乐聪明肯定明白了，对不对？快走！赶快走！一会儿你们去哪儿？我让司机送你们。不用了啊，我呢家里还有点事儿，我就先回去了，好不好？你说好陪我一天的，有什么事儿啊？那么着急？家里有事儿嘛，你就……既然你闺蜜有事儿，就让她回去吧。就是。这里，谢谢，亲爱的，记得联系我啊，改天请你俩吃饭，当是我赔罪，好不好？谢谢啦，拜拜。你这个闺蜜还挺有意思的。看上了是不是？要不要我跟你说个媒啊？这位姑娘，你老公我已经从良很久了，你不知道吗？走了。
去了？放哪儿了？难道在家里？这个锦溪干嘛去了？安，进来一下。我下午有什么安排？下午是长城电子项目施工坍塌的问题，合作方会过来商讨解决方案。这个会我不参加了，我回家一趟。哎，可是顾总，让常志成去参加，他自己捅的娄子，自己解决。去哪儿了？不是你妈妈，就是你妈！不要！你给我回来！我告诉你，不听话，我把你关小黑屋去！到拐角的王奶奶家，给我拿2瓶酒。爸爸，我还要写作业。学习，学习有什么用？给我拿酒去！赔钱付，在家里钱都不给我。妈妈，你和妹妹真的不要我了吗？一直锦溪，锦溪，锦溪，锦，怎么把鞋子乱扔？锦溪，锦
锦溪，锦溪，锦溪，锦溪。的很刚好，我难过的样子就没人看到。你别太